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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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一到啊，我今天就可以，不用唱歌了，对不对？大家午安，可是我还是想唱歌啦，我好久没有唱歌了，我还是会乖乖的遵守今天我们的封面。唱歌就是唱歌，大家午安，我是迪卡。昨天就短短聊1个小时，今天我不会说继续聊，因为继续聊就真的会聊3小时，不行，我还是要乖乖唱歌。大家午安，欢迎来到猪猪频道。今天我想一下，我们今天的 BGM 我们来配合这么唯美的这个背景，有没有？这个是我们悟心老师替猪猪委托我们很厉害的骰子老师画的，这一次我们文化部爸爸的出手补助的这个加码小礼物啊，欢迎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加码小礼物的这个明信片的图样非常有兴趣的话，一定要150元的这个汇集加起来。那如果说你是150元汇集以上的朋友们呢，基本上记得填单就好记得填表单，我们置顶表单。那如果说您刚好又是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您就不用填啦，这个尊爵不凡的这个表单由朱蒂卡帮您填写哦。但是这个经理啦哦，这个最崇高的这个经理人哦，这个组长哦，专员们哈，或者是现在您正在加入的这个哦台湾话朱主员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就可能要麻烦自行填写了哦。对不起，吸个口水既然是这么的唯美的这个背景画面，我们一定要配上我们的祝声牛牛，请你加淡苏哦。今天也可以来唱一下哈。欢迎大家来到猪猪频道，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大家午安。我来做一下聊天室，大家午安啊。是今天聊棒球吗？昨天聊完了，我们把这个心情安置在我们台湾队真的很棒我们不止他们赢球爱他们，我们要永远爱他们，他们真的都很棒，对不对？对啊，这次经典赛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大家，不管是观众们还是我们台湾代表队的大家，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优秀了，不管是大家心理素质也好，然后观众整体吧，我真的觉得台湾已经让国际看见我们又更加的强壮了。我们很壮，我们很大，我们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大，好不好？美好的午后是畅快，好好选字啊！好啦，昨天跟大家小聊1个小时，还是很想念大家吼。然后你们也帮我听一下 BGM 的部分，会不会太大太小声？我刚刚好像忘记切过来我自己那个监听的耳机，难怪我想到奇怪，我怎么一直听到喇叭的声音？他哇，没有啦，我今天杂谈一下下而已，一下下好不好？一下下，然后。长官砸，别这样，我还是想唱歌给大家听的。虽然说很想聊天，我昨天快点开个1个小时的扣打，就是要把今天1个小时的扣打挪到昨天，是不是？哦，我多么想唱歌给你们听，你们不想听我唱歌是不是？好啊，都不要听啊开始亲了的。好了，我注意一下聊天室。8月1号先生，对，今天天气转凉了，北部的大家应该比较有感，南部也稍微有感啊，大家注意身体吼，然后注意保暖啊，因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3、4月真的是冬衣还不要收，因为天气变化还蛮大的吼。小天伊拉塞今天会唱歌，晴天伊拉塞，星辰伊拉塞，月月伊拉塞，小欧经理伊拉塞，然后神宇伊拉塞，然后看一下。对，像洛克人啊，超级可爱的，我们感谢毛毛老师替我们做的这个75C 这个8bit 版本。然后就是降落先生，您的降落非常的诗情画意，这位降落先生。然后电先生卡个位置上班听 OK。对，而且电先生有在询问猪猪的周边还有悠游卡何时会上通贩，等我一下，快了，因为我就是这个礼拜我会把所有大家就是尾牙抽奖的商品寄出去嘛，确定。已经大家都有收到了，没有任何问题，我才敢放心的把就是剩下的这些周边寄去给我们的阿欧小天使。我这次基本上是委托就寄图那边阿欧小天使那边替猪猪上架平台哦，因为一直以来的合作他们都非常照顾猪猪，然后这次未来我们通贩商品那边会交由寄图那边替猪猪处理，还有出货的部分，因为他们也是做事情非常细心，非常让人放心啊，特别是我们
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的我们草空间那个台到不行的那一档合作，也是阿欧那边还有 Eric 老师那边替猪猪做一个洽谈跟处理，真的很感谢我们有这个窗口在。对，所以接下来的周边也是会委托他们，由他们替猪猪出货处理这样子跟大家告知一下。那这个礼拜的东西寄出去，大家确定没问题了，我才敢放心把我这边剩下的周边快点寄去给我们寄图那边上架，这样子好不好？谢谢你们，我继续追聊天室。这位是可以笑，他可以拉下来，正式拉下来，盛仔伊拉下来，然后是我的薄荷，还有萨拉国家傻子，看到你就想到上次美丽的你，看到你好开心。学生大哥伊拉下来，牛妈吼吼吼，有我刚吼完了，我刚已经吼完一首歌了，其实我今天直接砸下去应该也没关系哦。然后妹夫爸爸伊拉下来，然后泽野先生伊拉下来。是小妮妮来晒，大家应该都有陆续收到我们的槟榔造型点心了吧？其实那个是猪猪替你们安排的3月份的白情点心啦，你看多么的台味啊！白色情人节当天，我一定要 po 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台味的对比照，人家的情人节怎么过，我们的情人节怎么过？我们情人节充满满满的台味跟槟榔。真的是好爱台味。神语是午安午安，然后看一下多巴叫伊拉塞，然后现在小喵喵伊拉塞，小喵喵记得收货，因为现在那个高阶会员出货都是由小喵喵带领，就是帮姐姐的一起领哈。好，希望你们会喜欢，这就是这次为您各位特别制作的白情经典，这个30也在我们频道的台味食文化上面又记下了一个里程碑哦，槟榔造型。对，到时候我在白旗的时候再发那张照片哦。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对对对，台湾真的很棒，已经是成熟，我觉得又比以往再更加的成熟了。而且重点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台湾打这些中职，还有这些代表国家的这些成员们，其实年纪都很小，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很小很小就开始接触棒球，然后对他们而言呢，已经是肌肉记忆跟生活的一部分了。然后要出国为我们国家争光，他们也才20几岁，很多其实都是20几岁，非常非常年轻的球员们，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太棒了。你也伊拉塞，我今天会唱歌。我今天会唱歌不合，萨瓦口酱，谢谢你的设计，谢谢。然后桌子伊拉塞，桌子要不要考虑一下成为我们台湾话猪组员呢？啊，说到这个桌子啊，也恭喜你抽到了，就是那个猪猪的那个很大型的3D 那个很大的立牌，对，很大，对，它像草空间的部分，它像收藏在草空间的仓储，你随时可以过去取。如果你要过去取的话，记得跟我讲一下，我会再联络一下草空间的可能负责人，好，就可能看说什么时候要过去把它搬回家。我记得上次抽奖的时候，桌子抽到，然后被妈妈非常亚洲式的请了啊！你不带走是吗？你爱妈妈对吧？你应该是最爱妈妈的，所以要带走她对吧？疯狂亚洲式请了，说哦带都带。也谢谢桌子参与我们，算是上一届的株式会社尾牙啦，记得把它带走哦。然后我看一下啊，小妮妮爱你，然后宇宙大小黄妹伊拉塞，沈月伊拉塞，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好期待呢，谢谢小妮妮，没有问题的。然后感谢加入我们台湾话猪组员的这个部分，谢谢你们。对，那要记得就是台湾话猪组员以上，基本上都已经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层级，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文化部爸爸替我们加码的小礼物。那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我们高阶会员的话，你们就可以不用填单了齁。但是如果不是高阶会员的话，可能要麻烦自己填单一下。要麻烦自己填单一下。对，那如果说是我们高阶会员的部分，你们就不用填单啦，就是这6个月基本上都会收到小礼物，而且是由猪猪替你们自己填单，好不好？那所以说现在有加入的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记得在置顶连结上面记得填单哦，好不好？好期待大台湾口香糖蛋糕是不是？好，基本上大台湾口香糖蛋糕哦，基本上大台湾口香糖蛋糕的部分会是在这个礼拜由猪猪制作给我们的劲爆总裁，真的是
槟榔造型的生日特制蛋糕我自己也很期待自己到底会做成什么样子。对，然后基本上您各位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是会收到我们槟榔造型的芋头点心啦吼。好，我知道猪儿子还没去的要去拿的时候记得跟妈妈讲一下吼。然后接下来是恰恰22个月，感谢也加入我们的小猪瓜 T 扣款的150元，是这笔对，是这笔没错，自己加自己都忘记了这样。感谢成为台湾话猪组员的你各位。那如果说您是台湾话猪组员以上的经理组长或者是我们高阶会员，基本上就早就已经享有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6个月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福利了。那只是重点就是记得填单，因为我们只认单好不好？因为可能有些人加了但是没有时间填单，或者觉得说这个礼物他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需要的状况，那我们可能也就不会主动去私讯问说您的地址什么联络电话，那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还是主动填单一下这样子。对然后等一下他娃为什么你这句话会被审核就猪猪了我这句话会被审核，不是我就不会请了，不要叫猪猪请了。小妮妮小妮妮怎么了？你在看箱旁边，你在看谁？你在看谁欺负你？然后你妈妈咒佛就是开启不要不是爸爸兄弟怎么可以乱教我的乖儿子？我的乖儿子他很乖的，他一定是交了坏朋友才会开始开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囤积台，什么囤积试吃台谢谢小喵喵加入9个月的仪式组总裁，谢谢基本上总裁们已经享有猪猪帮你们填单的这个福利了对，那所以就是谢谢你们持续的支持，然后也谢谢吴昕老师替猪猪撰写的这次的企划然后也争取到了就是文化部爸爸的补助这样子。然后跟你们讲，我现在已经有看到我们下个月要回馈给你们的小礼物的图了好可爱哦！对，你们继续要黏在这个汇集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汇集以上的你各位继续黏着因为我觉得这6个月真的是很划算。对，而且邮资什么的基本上也就是我们这边自己帮你们负担所以尽可能的我们一起努力的用可爱的方式继续推广台湾文化然后等一下那个热我的热怎么回事小天很期待囤积台是不是？不，等一下小喵喵你是不是跟姓查名猫的哥哥学坏了？妹子冰箱哥，等一下，可以不要问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Super 爸爸伊拉塞，对 ，Super 爸爸是黄金大佬，没有错。好，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好，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是我还是很想唱歌，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唱歌了，对吧？我觉得可以开始唱歌了啦，对。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大概应该是这样子。对，然后最后我要感谢就是吴昕老师委托的骰子老师画的这个木下风格的这个图，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对，真的是很多的很精美的一些细节，把图放大真的看得会很感动对，然后没有意外的话，这6个月其实回馈的这些小的小礼物的绘师基本上都会是骰子老师替我们操刀，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接下来你们会收到的小礼物唱完了吗？不是我旁边的歌单还没有任何的歌单印上去，不是吗？我要唱歌，我今天很想唱歌，我要唱歌，我要调整一下来唱歌，然后就大西北子家会不会变得只剩下冰箱跟床？他娃，你实际去一趟不就知道了吗？他娃，你实际去一趟不就知道了？好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昨天可以小开1个小时聊天，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对，就未来可能即使猪猪在忙，我觉得还是会尽可能的像这样短时数的这样开台，我觉得大家有空就来，没空也没关系，也可以补档。对，就是记得回放这样。对，我今天有记得要关，我今天精明干练，对，因为我昨天忘记关了。我昨天果然又完美的忘记关了，可以考虑直接买冷冻库了吗？我们家是有那个直立式的冷冻柜，真的是为了您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些出货商品所
购买进来我们家的，你知道吗？对，因为其实每个月要就是帮大家制作这些点心，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食材不新鲜，或者是说我今天包好这个货，我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出货的话，这些东西不能就是放置在常温，马上就会腐败，就马上又要冻进我们的冷冻柜。在 Costco 购入真的是品质极优的冷冻柜，为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而且跟大家说。我们的金箔今年真的是，我只能说金价真的是涨翻天。我记得之前购入那一罐金箔已经用到底了嘛，那一罐我记得当初在购入的时候也才2000出头，我再重新购入同样一罐，现在已经涨到2700了，我就对，但是还是购入，还是买，为了你们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些大佬们，对。2700可以，我买，对，捏着懒，我没有懒，对，虽然说我没有懒，这个东西，但是我捏着大腿也买，对，你们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每个月贡献这个3200、3800过来，对 ，OK 的，值得我买，即使金价再涨上去，我也买，好吗？不是，我们黄金大佬 Seven， 你在讲什么？你就是那个家里最多金子的那个哦，盖了一个什么冷冻工厂哦。盖个工厂冷冻库如何吗？盖个工厂冷冻库，盖个工厂冷冻库，可是工厂冷冻库感觉会需要非常多的资金，这个果然可能只能交给梅子或者是茶猫了，对不对？昨天错过，是因为你昨天错过，所以我没关是吗？对啊，现在很贵，可是我还是买了，我觉得金价即使在涨，而且物价真的也是一直在狂涨。对，只是我这边的高阶会员的部分，我还是没有说想涨，是因为我觉得果然这个3200的数字，大家要赚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顶多就是在绿界上面会多了一个3800的会籍，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考虑到说，原物料上涨，然后愿意多给猪猪一些算是原物料上面的补助的话，其实你们可以选择加3800，对，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都不勉强，因为一开始从头开始就是3200的这个定价。对，那我是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佛系啦，就是说啊，你愿意再多赞助每个月的600块，变成3800给予猪猪，然后成为材料费之类的，我会很感谢。但是如果说本身3200对你而言就很吃紧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也没有关系。对，所以一直以来就也知道说，可能原物料一直在涨到我最近出门哦，6寸蛋糕也是有看到1000出头的价钱了，我突然觉得我的高阶会员12个月客制蛋糕真的很不算贵了，对，但是我就即使东西继续涨上去，我自己还是觉得说我还是维持，就是反正就是大家3200或者是3000块的迫害，大家好玩就好，对，我觉得大家负担得起，然后大家玩得开心比较重要，这样子，对，是不是大佬你好，我消一点，我也要一点，长官我也要一点。一堆大佬好不好？你们都是大佬啊！是 Nabi， 连续2天的谢谢 Nabi 啊！基本上就是都只能开中下午的台，也谢谢 Nabi 特别过来啊！我看到 Nabi 我好热哦，我去脱一下。不是你们不要误会，我是真的，像早上有点冷，我穿毛衣，然后现在看到 Nabi 热情的 Nabi 来了，我想脱一下，等我一下。Nabi 然后直接冷链什么东西？冷链处理是什么？对，然后加到后面都会忘记原来还有一笔这个扣款，对，会耶，因为有时候小笔的扣款你们就不太会去聊，就觉得说好，反正小笔的，但是日积月累，然后年年增长的那个状况下，其实可能75块、150块，其实也蛮可怕的，有没有发现？不是 ，AKA 福利熊爸爸熊，你在那边旁边画画，你也是我们大佬中的大佬，你已经送出了多少迫害的这些回馈，跟多少汇集了？你不要这边跟我讲干话，最老的是你好吗？大佬的佬雅晨今天依旧没有被盗账号使用金箔是当做这种为了原来是这样子吗？他就只是看起来好看，然后很爽这样子吗？可恶，这样解释起来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Saber， 你知道的太多了，但是我还是购入我觉得大家看的就是会爽嘛，尊爵不凡有没有？对，然后迷夜你冷静迷夜，然后听到各位说感觉不错，可是我还是
好啦，即使就可能没什么营养价值，可是就是觉得尊爵不凡的你们，就是要土豪金，你懂吗？那种感觉，土豪金。对，帅哥在我楼上吗？你各位都帅，我们家面线没有不帅的，好不好？对，都老，豆豆也推荐。那比你要帮我唱一下吗？真的啦，等我一下，我去脱一下，等我一下。真的好热哦，我先换一下短袖的。你们先等我一下，你们乖，不准走，不准走，走就是瘦。我真的会回来唱歌，等我一下，等我。我回来了，你们都没有走，对不对？对，你们都很乖。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啦，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走了几个人，来了几个人。好了，我要快点来唱歌了，我不能再标题诈欺了，你各位。等一下，我要来设定一下，你们继续来听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动听的这个助 C 的 BGM。好，我看一下聊天室哦。谢谢猪猪让有大佬看吗？是，好，谢谢大佬让我有猪猪看，好不好？他哇，好，建勋，拜拜，唱歌加油。牛妈，你说你自己丑，我的天哪，你不是南投 JJ 吗？还是南投彭于晏？你说你自己丑，我的天哪。然后好，长官你乖，长官。然后我看一下，好，现在应该没有太多人走，你们都好棒啊。Nabi 当然可以，欢迎加，欢迎，猪猪的 DC 啊，我的 DC 是什么？等一下，我记得是 DIKA0530的样子，很好记，就是猪猪的 D 卡，然后再加上猪猪的0530的生日。Nabi 欢迎，随时可以加，对，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猪猪说，多走几个瘦几个，照 Seven 大佬说的，对哦，没有错，只是味道超重哦，哦。等一下啦，追随大哥，我要唱歌了，我真的要唱歌了，就这样，你们可以不要讨论这么有味道的东西吗？等一下，对，你们都好棒，你们都没走，你们都好乖的。是 Nabi 进 DC 了吗 ？Nabi 欢迎来到，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哦。耶 ，Nabi 我密你。好，我先密一下哈。好 ，OK。Nabi 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跟猪猪说，谢谢你，谢谢 Nabi， 有空再回我就好，没关系啊。Nabi 已经回了，线上，马上线上 ，OK。好，谢谢 Nabi。然后3份组的话，好。咪婆婆换一个 ，OK， 没有问题，因为待会那个管理员看到应该就会给 Nabi 呈现了，对，不用担心。然后他对权限猪猪好像不会用，
但是我可以帮你通知一下那个我们管理员是谁？真的，因为其实猪猪的频道好像不算有管理员呢，因为大家都很成熟，大家面线们很像就是都会互相照顾，然后也没有特定的管理员，但是我可以帮你联络一下我们家可爱的妹妹诺诺，她很像就会设定了。我帮你联系一下吼。等一下哦，我来看一下，我们联系完诺诺，而且诺诺应该也要收到猪猪这次的那个槟榔造型点心了。诺诺，一手蜡笔，一手蜡笔，来到我们香格勒，香格勒，我要怎么给权限呢？我们诺诺最万能了，诺诺是什么都会的妹妹，诺诺最棒了。好，就等诺诺回猪猪。我觉得很多这种设定的东西都不会哦，对，很多都不会。对，然后这个就好，也谢谢娜比过来，我最喜欢就是咪婆婆一起过来我们这边玩了，谢谢娜比，因为 LF 是一起的，对，我只负责聊天，然后诺诺是我们的一些功能小能手，对，就是有什么问题都诺诺这个怎么弄姐姐不会，对，负责聊天，等一下。负责聊天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我现在负责聊天之外，我还要唱歌，然后跟你们讲干话，然后我负责机密干练。是不是假装没看到？不会的，我们妹妹最爱猪猪姐姐了。好吃午餐，香格，好，谢谢娜比。那之后的那个权限没有问题的话，一定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应该诺诺会帮我处理一下，不好意思。像没领芋头塔要不要惩罚？你说诺诺吗？没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全家的问题，因为其实啦，当月Double 老师也没收到简讯，然后连我们爱梦也没收到简讯，对，所以爱梦他也超级，他就很不好意思，一直说猪不好意思，我运费什么什么的，要不要补偿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们讲说不用，因为我有发现就是最近全家的简讯通知好像真的有点问题，因为连 Double 老师也没收到，爱梦也没收到，诺诺也没收到，对，所以 OK 啦，会的啦，福利手会的啦，我们要惩戒就来惩戒全家系统，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把这一整年份的全家迫害的这个高阶会的回馈，就丢给全家的运送员吃，你觉得怎么样？好啦，开玩笑的。好啦，好吃芋头，吃一堆芋头吗？芋头好吃啊！等一下，我最不要聊天室，我觉得我又陷入了聊天陷阱了。等一下，让我们老猪猪就安息在旁边。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年度也要很努力精明干练才对啊，对不对？娜比，你比较唐突吗？不会啊，娜比不会的，欢迎你随时过来玩。这金箔跟金针，小甜太真实了太真实了，精明干练对不对，大呀？然后全家的锅，对是诺诺姨拿些诺诺上次没有领到，绝对不是诺诺的问题，是全家系统的问题，千错万错都不会是诺诺的错，对不对？没有错，帅气。那边小七害过没收到简讯，对人诺诺来都来了，那个我们这次那个槟榔造型点心请多多指教。来都来了，相信你会开心的。白色情人节快乐哦，姐姐爱你哦，啾咪啾咪诺诺，啾咪啾咪，姐姐爱你哦，啾咪诺诺。对啊，诺诺，是的这边干练起来，是的，娜比，惩戒吗？等一下哦，好，我们诺诺真的是很快就回复了，是鹏鹏 B 鹏鹏哦，对，是 B 鹏鹏没有错，谢谢诺诺，我们娜比现在在我们的聊天室，就是我们的花火布雷亚娜比，他刚刚来到我们香格的部分，然后猪猪一下子不晓得怎么给他那个权限，快点通知诺诺。等一下，不可以惩罚我最爱的诺诺妹妹，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
他只是稍微比较碰一点，就必须受到惩罚吗？如果他因为比较碰就必须受到惩罚，那猪猪姐姐的精明概念可以分他一点。你们不可以这样欺负我们家的诺诺妹妹，她跟我一样精明干练，对不对？诺诺，对，可以好，谢谢诺诺，一瞬间就解决了，耶！谢谢。谢谢，这些东西真的猪猪真的没办法，完全不会用。感谢娜比的到来，也感谢诺诺及时就是给予我们V 鹏鹏的权限，谢谢你们，你们都好棒。对，诺诺，诺诺这3个字就是我们这个 LF 箱，你必须帮我背起来，拜托。什么国教比宝贝？猪猪姐姐一贯的精明概念，也是今天也是努力发声中，你们都不懂吗？努力发声中，都是我们的猪出手，完蛋了！我不要跟你们聊天了，现在都已经1点39分，我又落入聊天陷阱了。等一下我再聊下去又要1小时了。英语姐妹啊，对，我们希尔也会收到猪猪这次的槟榔芋头造型点心哦。各位姐妹们，谢谢你们一起为我们台味从此一起在我们这个台味槟榔点心上面留下了记忆点，更感谢我们家大佬疯狂迫害、疯狂送暖，让我们许多的 V 鹏鹏都可以尝到槟榔造型点心，哦，好爽哦！我真的超开心的，都什么惩罚都不是，什么我鸡皮概念不好，你好好讲话有没有？没有的东西怎么分人家？有，我精明概念，非常的精明概念。你看我的那个贴图上面就有精明概念，有很多都可以分。この配信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这段时间的听歌费源自符号，看了推文才知道，水啦的台文写作妥啦。长知识撸波浪号，虽然中华队没进8强，但能打赢韩国就是爽了。上大夜班的爽子到睡觉的时间撸等于猪猪晚安源自符号 Q 的。谢谢萨瓦口教，夜班的你也辛苦了，谢谢。这个是萨瓦口からのスーパーチャットじゃなくてこれは何だっけ？それはとりあえず谢谢你的抖内，感谢我的勺子。对，因为现在我们夜班的朋友其实也蛮多的，然后请好好的休息，然后也感谢抖内好不好？然后没错，我们台湾真的超赞的，就是不只有赢球爱他们，我们要永远爱着他们，努力的他们真的很棒。才目前只有3个月吗？小喵喵你想干嘛？就是这只蝉没有意外的话，基本上好像是吃到4月还5月，对，因为我们福利熊在2月的时候又加码了，对，所以源自符号当了越没有的东西，就把它挂在嘴边，或者说我常说薪水。牛妈，你应该是我的友军不是吗？牛妈，我们这次那个槟榔袋真的帮我们设计的，哇靠，台味十足，我们应该是友军的不是吗？牛妈，好好讲话，牛妈，这感觉不知道为什么500万安培是 VCL 老师いらっしゃい VCL 老师这件好吗？对，猪猪前阵子爆炸忙碌，然后又刚从日本回来，所以昨天就是临时又开了，就是算是小小的回归1个小时的杂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唱歌啊！我想唱歌，我想唱个歌，真的，我们唱个歌好不好？死亡选择面的猪猪加码还是惩罚诺诺都行？等一下，不是，我觉得完蛋了。有能力的大人基本上小孩才做选择不是吗？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讲话好了。诺，我觉得我们现在先闭嘴。诺，你最乖了。对，我觉得挑衅这个部分呢，我实在是不及诺。就是每次我都看诺在挑衅我们家面线，我心里每次都疯狂的 OS： 哇靠，你怎么敢啊？你怎么敢挑衅他们？救命！但是我们诺真的敢哦，我们家诺很可爱，他真的敢哦，因为太可爱了，挑衅下去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太可爱了，对。然后我想多分一姐姐爱心给彩彩。等一下，等一下，小喵喵，谢谢小喵喵如此的爱戴，
对，我们就是我们本频道算是这个团宠吗？对，他已经越发不怕芋头了，我相信吃不了它了这一只。哦，我们一码归一码吧，不是啊，牛妈，你看我们这是槟榔造型点心，是不是把我们就是设计的如此的台味？我相信我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我们的台湾，不是吗？牛妈，对不对？来这一步说话，龟派什么啦？派气功龟，等一下，牛妈，我真的觉得春姐姐真的很爱你的幽默，我懂，我非常懂，好不好？啊，对，全都要，对不对？啊，水灵宝贝拉塞，然后水灵宝贝之后会在3月份开始的假日会陆续帮猪猪上传一些精华的部分，再麻烦水灵宝贝了吼。哎，对，龟派气功有机会可以。水灵宝贝，你说你被谁盗账号了？今天的水灵不是水灵，猪猪。啊，等一下，这是谁？猪猪的知名干练，等一下是谁啦？而且我的3枪是没有打开吗？对不起。等一下，三枪做事啊！三枪不想做事了。等一下，我们的通知卡把它打开。三枪，你做事啊！三枪，你不是已经好了吗？感谢猪猪的精明干练斗内给 Dika 屯足迹了30元。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你绝对认识我。那个最精明干练的，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而且我真的觉得下面这2个赞助真的是你来我往哎。猪猪的精明干练，我认识你吗？小山枪你好，猪猪回来烹了，什么东西啊！气死我！这个又是谁啦？友君好，没事。就说彩彩的通用什么勇气版，下次给他。哇靠！芋头球包东泉，好，我们期待下次如果小喵喵有机会再当家的话，再玩死他，对不对？哎，就可以啦塞。好，就可以被欠薪了，辛苦了。需要 DC 通话随时 OK 的吗？哦，好 ，Nabi， 哇靠 ，Nabi 随时蓄势待发，哎，谢谢 Nabi， 感谢，对，随时蓄势待发的 Nabi， 谢谢你，没有问题哦。精明干练只是30个，我就的精明干练。小林宝贝他们在欺负猪猪。我最大聊天室了，我要唱歌了，我不要理你们，完蛋了，我太久没唱歌了，我现在要唱什么？我想一下我冷静朱迪卡。完蛋了，聊天都聊完了，我今天原本很想气质的唱歌开场，我的气质呢？我想一下，首先呢，我应该要快点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对，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呢，我要冷静的再把这个东西开起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echo。哎呦，把这个东西开起来，大家都知道我要开始唱歌了。对，等一下麦克风怎么？等一下，对不起，麦克风，你们等我一下，我调整一下这个螺丝。哎呀，等我一下。如果 iPhone 面部抓不到我，这是常态哦，因为就连 3D 的面部也抓不到我哦。我现在在调整麦克风螺丝，等我一下。工作啦，不要再往下滑动了。我的麦克风比较重吼，对 ，OK， 下面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屏气凝神的，真的来唱歌了吧？真的吧？气质都在日本。你确定气质都在日本了吗？应该是被我深蹲掉了。在澡堂深蹲真的很过瘾，你们懂吗？而且澡堂如果有那个什么烤箱或者蒸汽室，在那里深蹲，你知道多快乐吗？那个热量消耗跟那个爆汗量是双倍，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去日本就是要冷冷的天气，在外面行军完之后，冷到不行，皮皮唰，然后回来再泡热的温泉之后，然后在旁边的蒸汽浴深蹲，真的很爽快，好吗？如果没有蒸汽室，如果没有烤箱怎么办？依旧可以深蹲。对，我们可以在某个角落，不要影响到其他人，我们依旧可以深蹲，好不好？因此，在日本大吃狂吃，依旧可以瘦1.5公斤回来的朱迪卡在这里。现在要来唱歌了，谢谢大家。台北怎么
13度还下雨吗？哦，辛苦了，那真的还蛮冷的哦，你们注意保暖。谢谢娜比，子很赞吗？谢谢啦，我觉得我们专辑每一首歌真的都很赞，对。然后，其实我们想讲的东西很多很多都在那个上次的那个什么，我们那个访谈，我想象那个什么飞碟联播网，然后 Street Boys 什么未来进行式的那个节目的样子，小树老师替我们访谈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跟大宝老师已经把这一次要制作这个专辑的核心全部都放在访谈内容里面了。但是我记得会有回放，只是那回放什么时候放出来？已经放出来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可能这2天再查一下。就是很聪明，就是念出来那么就减少忘记盖的可能，是不是他啊？我越发精明了，对不对？等一下气质的气，你给我好好选字。换麦克风下班了，对，昨天是我的台灯要下班，今天换麦克风要下班呢。好了，我现在屏气凝神，我要唱歌了。我今天最晚可以陪大家大概到4点哦。澡堂深蹲爆汗量2倍，就很可惜。我们虽然说是同一天飞出去，但是2倍老师飞往韩国，我这边是飞往日本，然后韩国那边还下大雪，对，然后日本那边基本上没想到是非常非常温暖的天气，还看到早樱呢，就是因为比较温暖，所以去那边还很幸运的看到樱花了。对，会瘦的秘诀不是行军，没错，一日不深蹲，面目可憎，没有错。现在的朱迪卡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没听到，长官，你给我好好听仔细呀、说。瘦一点的，我等一下，不是，我们至于就是到底是怎么转移过去的，我们可以明天哈，我们悟心老师过来教猪猪台语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讨论这个所谓转移的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像我也是黑人问号，好不好？对，我还以为是带个悟心老师就可以瘦，就是悟心老师他会帮我抢纳豆卷，他好棒。对，我觉得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不晓得为什么就转移过去了，好不好？未来进行时还没有上传，是不是啊？谢谢我们8月1号先生。那可能我觉得好，我再问一下大波老师，就你的体重忘记带走，好好笑。好啦，这些东西我们留到明天，我们巫心老师在场再聊会比较好笑，好不好？感谢不存在的精灵干练豆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我从来没有存在过。有存在过好不好？我觉得我的精明概念一直都在这里，是怎么了？今天下面的3则斗内是怎么了？你来我往，你们以为你们是打棒球吗？气死我了！存在过，有存在。有存在，等一下，我现在马上找一首有关于存在的歌，我们现在来唱一下。有存在的，存在，存在，啊呵，我有唱过什么关于存在的歌吗？等一下，我的存在没有吗？我唱了这么多首中文歌就没有存在吗？存在的力量。我以前还没唱过存在的力量，但是为了就是证明我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我们就先以存在的力量开场好了。而且我根本就不会唱这首歌。对啊，要唱我无聊聊的存在，是不是娜比？可恶，因为这首歌我还没有练，但是我可以，它存在。重点是前面怎么唱？存在的力量。虽然说我们的 Miu 去当天使了，但他真的很棒。对，谢谢这首歌。我们的精明干练存在的力量，我们先来试看看。完蛋了，前面怎么唱啊？前面怎么唱啊？
啊，你又晚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怎么唱？不是它存在，然后呢要怎么唱？他说应该这样。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时间的小孩子啊，没有该不该讲。为了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就愿意不顾不想一切的代价，就全力嘶吼吧，为你存在的力量。对不起，我乱抓拍子，怎么唱啦？不会唱，我的鸡皮干裂啊！哒都一样啊，嘎，太多的说法，只是因为害怕隐藏最深的渴望啊！哒，你只有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时间不平常，像孩子一样，眼神透明闪亮。为了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就愿意不顾不想一切的代价，就全力嘶吼吧，飞翔，就算你追光。然后又要怎么唱？你只有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时间灯平这就不会唱，像孩子一样，眼神透明闪亮。为了这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就愿意不顾不想一切的代价，就全力嘶吼吧，为你存在的力量。乱唱。那比应该是精明的力量，那比你是不是被盗账号了？对啊，我们的喵喵去当天使哦，我阿妹来救援我了，我的妹，这个精萌的力量你们都很坏，但是都是好人，我的阿妹来救援我了，谢谢大家。我们精明的力量完成了之后，接下来献给大家我的妹呀。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戒不能相信爱的他生了，不问缘分名称，怕会扯分，悲惨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当然不缺。我看到我现在的后台，金盟干练的交易被拒绝，通知小三枪。你们看，你们金盟干练的交易被拒绝了，干得好，小三枪。我唱到哪里了？OK， 继续。相爱里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
在等等坏的好人。我现在心境要回归平静，我要好好呈现这首歌。我的知名概念要回来。情深灵深，人生能再相识，心若疼，连问候都太残忍。今生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的体温，不过在残棚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痕比秒针，能快转让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里心存8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我拉一下，他一直踩到我的那个拖鞋。好了好了，相爱里心存8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感谢再次尝试的金萌干面豆内鬼电话存积了30元。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等等坏的好人。谁有屁？谁？我要喝水。谁？依旧是那个关不掉的这个自动播放，但是我要先把它关掉一下。谁？再次尝试的机会。I will be back。你回来就回来，怎样？今天最下面的那个赞助，全部都是你们的友军，然后怎么办？我的赞助没友军欸？不是啊，你们要选边站，应该是要站在主播这边，不是吗？是而为赞助的你们，对，为了呈现我们本频道健康的金流，成为朱蒂卡的友军，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对对，看看下面这些。他们都是坏的好人，为什么？他们的内容很坏，但是他们赞助猪猪，他们很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赞助呈现了一种坏的好人式的主题，这样。谢谢 Nabi， 感谢，反了吗？裤子踩了一下。
我的中文坏掉了，不行吗？好吧，我的中文很快就坏掉了。对，自从开始学台语歌之后就坏掉了，好不好？谢谢娜比喜欢这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阿妹这首歌，很宁静。虽然也刚刚想到，但是这个猪猪讲的像，哇，你到底想讲什么？你跟我好好说话。盛红43个月猪之组长，迪卡下午好，迪卡还是这么有气质，对。我的气质一直跟着我，就跟我的精明干练一样。然后谢谢我们的盛红一直非常支持猪猪频道，然后不嫌弃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置顶的表单记得填一下。我们现在增加了150块的这个会籍，但是基本上你们在这个150块以上的组长、经理人跟高阶会员，基本上就已经等同于可以收到我们这一次6个月替各位加码的小礼物的这个寄送了吼。那基本上就是只要是组长吼以上，不应该是150块以上的，大家都收得到，但是记得填单吼。所以盛红要记得填一下单。但是如果您是我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的话，你们就可以不用填单了。为什么呢？因为是朱蒂卡帮你们自行输入填单，非常的尊爵不凡，这样好不好？总理混沌属性的斗内，真的是这样。好。我要把嗝打掉，我现在屏气凝神，我真的很久没有好好唱歌了，就不能让我好好唱歌吗？你各位，对，好坏的人，主播只有一个，为了一个人与一群观众为敌，但是主播只有一个，你们就应该好好照顾主播，不是吗？是不是娜比？对，身为观众的大家就是要好好照顾这个主播，对不对？我们主播何其珍贵，是不是？虽然说这只猪3不5时就深蹲，对，3不5时就健身，3不5时会让他觉得是怪人，对，但是我们何其珍贵，是不是？谢谢我们的水莲宝贝，文化部的猪猪精美周边吗？可以升等成文化部专属的会员哦。本月是精美明信片，嘿，就是直播备检的那一个，没有错。谢谢我们的水灵宝贝替猪猪特别注解，这样子唱起来啊，对不对？然后每次看到娜比就觉得说，就很想推荐大家去听娜比，就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感谢金萌干练豆内给 Dika 屯足积了100元，我永远站主播这边。谢谢你永远站我这边，可是你为什么叫做金萌干练？你那个草字头就不能剪掉吗？你们今天的斗内全部都是坏的好人属性，你们今天斗内全部都是坏的好人。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对，我们今天斗内的属性都是坏的好人，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但是又觉得谢谢你们斗内给主播很开心。完蛋了，我觉得我要被玩坏了。你忘了民主社会少数服从多数，我没忘。我身而为台湾猪，我怎么会忘？身为台湾猪，非常的民主，有言论自由的这个国家何其珍贵，何其幸福。也就是因为如此，你们才有办法在主播间担任坏的好人呐、你们知道吗？要是涛啊没有跟台，所以还不小心填蛋坏。等一下，没有关系，如果不小心填单的话，至少我会再做整理。也就是说，我帮你们填了之后，然后如果这个他娃又重复填单的话，这个朱迪卡会再帮你们做整理，不用担心。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身为高阶会员尊爵不凡的你们，很想亲自填这个150块的这个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单，这个也是属于你们尊爵不凡的这个权利啊，好不好？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自行填单的话，那朱迪卡自己把我那一份删掉不就好了，对不对？对，妹线都很爱我。娜比，你知道吗？他们的爱情多么的迂回吗？他们的爱情就像他们的斗内一样迂回，你知道吗？所以要剪掉明辨啊！谢谢大家，我觉得我还是唱歌好了。对，你们别想诱骗我跟你们聊天，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我们要唱歌，我们今天讲好的，不能封面诈欺。我们今天好，我们来唱这个，好久没唱了。我觉得每一届的那个金币奖的指定曲都会给猪猪带来很多很多的回忆耶。我们来数到10一下，我们来9猪7烟一下。那时候这首歌因为配合我们的那个
中原普渡有没有被玩到坏掉了？你知道？各位尊爵不凡的坏的好人们，谢谢你们今天就是坏的好人的风格的赞助哦！妈呀，好老舍。那这个坏的好人风格的赞助呢，基本上虽然说很欺负我，但是身为主播又很开心可以收到健康的金流。如果今天你也想加入这个坏的好人的风格的赞助的话 ，OK， 没有问题，欢迎随时加入这个坏的好人的风格的赞助。哦，好老舍。也欢迎你各位坏的好人可以加入我们150块汇集，领取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小小可爱回馈啊！谢谢各位坏的好人。那我现在为各位坏的好人献上这个数到10这首歌，谢谢。好老舍哦，谢谢你各位坏的好人，谢谢。我们来数到10一下哦。安排1万片可以不要吗？不要了，不发秀，真的拼图真的猪猪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拼图的部分可能500片让你们等2年，1万片的话可能会让你们等到天荒地老。等到即使这只猪真的有办法配信10年，那个10年后那个1万片可能顶多才拼个1000片而已，这样子。又快要清明节，等一下，长官你哪壶不提哪壶呢？而且封面诈欺也不是1-2天的事情，不行。那朱棣卡就是人畜无害，就是做事公平公正公开，我们不能一直封面诈欺。坏东西伊拉塞，你也要成为我们坏的好人吗？欢迎加入坏的好人风格赞助，谢谢。回到工作室吗？外面下雨吗？我疲れ様。这2天天气转冷，然后又转湿，你们自己小心，不要感冒了。欢迎人红小组长加入45个月助战专，谢谢。那我们人红，你记得在我们置顶表单上面填单，因为组长的你已经有资格符合，我们可以领取文化部爸爸替我们加码的，就是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小礼物，好的这个回馈哦，记得填单。然后健先生伊拉塞在屋里带来这首坏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与我单车，只为人为他感狂奔。谢坏的好人斗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听说今天小山枪都要刷金萌干练。没有，小三枪没有刷金吗？为什么今天小三枪没有？不是，等一下，谢谢这位坏的好人的这位赞助者使用的坏的好人的风格，然后就是加入了这个坏的好人风格的行列的这个坏的好人，然后赞助了这个30块，谢谢大家。我可以进行下一首歌了吗？各位坏的好人，可以送29片拼图的。我跟你讲，29片我拼得出来，我很厉害。我妈都数到3，我知道所谓的亚洲父母的各位都很爱数到3，对。达比他们都在感欺负我。谢金萌干练斗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我就心狠手辣。谢谢，我知道你想点歌，我们在数到，我告诉你，我是要数到10哦，你们在打屁股哦。我们数到10之后，我们再来心狠手辣。谢谢点歌，谢谢。我说，那比，你是不是被盗账号了？那比，你应该是我非常珍贵的友军。3枪上面头上长草。不是，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是火力充足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很抱歉，我那么久没有开台，你们整个也坏掉了，完全不让我唱歌那比他们一直在欺负我，他玩你也坏掉了，我现在数到10，你们给我乖一点你们这群坏宝宝，什么坏掉的？小喵喵们是不要学哥哥他们都坏，他们很坏就算了，还很怪他们真的很奇怪小喵喵，你不要学他们，知道吗？有种离奇的感觉。数到10了，我要下播。我不要立这种旗，因为我想念大家。对我即使在那边跟你们讲干话，我也不要下播。如果明明就藏在耳朵里面，是这样是吗？对，等一下，对，是不是那比1就是我的友军对吧？可以接受29片，等一下，我觉得29片应该很简单吧？应该吧？等一下，那是什么？前项不是拼图吗？那是什么？不要，这看起来好可怕不要，当我没讲，我刚被盗账号了。等一下，不要，等一下，我以为是
行，那个我跟你讲，亲爱的你各位大佬们，那个高几率会被我放置 play， 好不好？那看起来很可怕。我现在唱歌，我现在数到10哦，你们不准再皮了。对不起，流口水。我现在数到10哦，不准再皮哦。你再皮我生气哦。我数到10，对我现在真的要数到10，对。啊，优雅的蝴蝶，自由穿梭在花蕊，沉默的落叶，风来了就要告别。不同的世界没有错与对，人有各自的终点。你看不见，精明干练。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笑面厮耍过5月天的树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天亮了又黑，爱走了才有后悔。我们都在学，每天都勇敢一点。在这个人间路过了伤悲，距离幸福就不远。抬头让阳光晒干我的泪。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笑面厮耍过5月天的树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爱上一个人，2颗心3分笑面厮耍过5月天的树跨年。当爱碎成了白雪，流出纷飞。错过一个人，2颗心单身3年7月的第8天分手纪念。那时的我们说了就此再见，十分怀念。十分吉米盖，不是，为什么你又来了？都默默待在主播身上，我知道啊。可是你待在我身上，你不应该长草啊！谁让你长草的？是谁让你交了这个长草的坏朋友？你明明很乖的，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去交一个什么长草的坏朋友？啊，等一下，醉了。等一下，我们在这个长草的坏朋友出现的这个状况，我们感谢这位就是交了长草的坏朋友的精明干练的这个抖内的这个状况下，我们阿妹叫我装醉。感谢金萌干练抖内给乌克屯足迹了30元。好啦，帮猪猪你储值30块的金我现在只要装醉就好了，不能再多了。你的我的早就分不清楚了。都你们啦！听着精明干练，什么时候醉的醉人，我又愧疚掩饰了。
了，装着你像真的醉了，有些晃错的太对，反正痛过了就不会伤。瞧都你们啦！我错到哪里了？我的装醉，我的醉呢？悄悄推开你想宣誓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 最后是爱让孤单往心里逃，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 我的阿妹要我醉，我只要醉就赢了喝太少你的我的早就分不清楚了，永远赖着，习惯这样多好，贴着我的心听着开始不爱了，什么时候？醉的醉人，我用愧疚掩饰了，装着我不要看到电视反正透过了就不会伤，悄悄推开你想宣誓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 最后是爱让孤单往心里逃，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太多依赖你给的好，都变成彼此满心的煎熬，你的努力无可救药，让我的脆弱又再来到，也许我根本喜欢这样，非得要为谁痛苦都这样，就算看见最敏感脸，悄悄推开你想随时的拥抱，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 Come on！ 最后是爱让孤单往心里逃，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推不开让人窒息的窗，靠近他的身边你就肯放手，谁知道绕过我的伤心听不到，留在你的身边我就要疯掉别再装醉了装醉了，你的小米就来了爱是一切的烦恼等一下，我要先把自动播放关掉。红烈酒女团成员在此，对，Nabi 也很熟哦。不是下一部影片即将在1秒之后，我们要享受心灵的祥和。我们下一部影片，我们的 YP 播放系统也认为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心灵的祥和了。你各位坏的好人们，谢谢你们今天的抖内。对，但是我很担心这个东西可能有所谓的版权。对，我们先享受一下心灵的祥和。
我先关掉一下 YT， 我先看看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到底抖内了些什么。好啦，帮猪猪你出资30块的金，我的吉米干就只值30块吗？你们好的不学，学坏的就跟你讲，你这个好好精明干练就好了。人家在上面长什么草，交那个什么长草的坏朋友，现在要跟这个长草的坏朋友过来一起欺负我，你这样子对吗？你孝顺吗？你尊重吗？谢谢，我喝口水哦。这个亚洲式家长的这个情压跟情热呢，就是基本上这个朱迪卡很不喜欢使用在本频道。感谢曹洞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我要去找精明干练了，嘿嘿。那你来我身边不就好了吗？啊，不对，你这个草不需要，你这个草不需要来我身边。我头上已经有一根台湾最美的花，那就是香菜。有没有看到？我们骰子老师为我们绘制的，我像的右手边那个就是香菜叶，草是吗？我欢迎你回归到我们这次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张明信片上面的草，但是你可以不用来找我，没关系，我不需要生草，我只有精明干练。谢谢。对不起，我想打嗝。等一下，怎么看迪卡笑得这么开怀，你就放心。你确定我是笑得这么开怀吗？你确定吗？圣吼，喝啦，哪次不喝？虽然说这样讲，我是超喜欢烈酒女团他们这3位成员的歌哦。这历年来这3位成员的歌回基本上开到烂掉了，但是我还是很不会喝酒基本上我猪猪是不喝酒的。拉比喝酒吗？基本上猪猪不太会喝酒。对，我们心灵非常的祥和，是不是水灵宝贝？我们 YT 也强力建议我们今天的歌回就好好唱歌，感受心灵的祥和，不好吗？小欧经理，看你笑得跟孩子一样，你怎么了？小欧经理，就是说讨厌，不是草，不要过来找我，不是不需要，你们好的不学，学坏的，学什么坏的好人？是的，这个什么，今天你各位抖内的各位坏的好人，就是对，不知道从哪里学来这个坏的好人是的抖内哦，对，好事成双。头草成对，我谢谢你们哦。对嘛，精明干练好，是不是？不是，元髓我很爱你，我甚至把你放在我的头上，你是我永远的爱。对，但是你不是草，你是元髓。喝烈酒的，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大比居然也是烈酒女团的成员呢。我没办法，我知道那2口喉咙有乙马上醉，真的，而且我没有真的喝过烈酒，其实我不知道我酒量好不好，我只是单纯觉得它好苦哦，我就不想喝，就觉得它苦苦的。对，后右腿雅晨，谢谢你还记得我后右腿500块，我知道当天你被我们哥丢下来，马上的丢了呀，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哥丢了许多婚教下来，然后我们雅晨的丢了呀。但是没想到你居然记忆点最深的是后右腿，我的500块没有错哦。新的形容词了吗？你不是都用安详变心灵祥和吗？有，心灵祥和跟安详依旧是正常发挥中，好不好？居然是 whisky 40%，那比好厉害哦！天哪，我觉得我这个大概1/4口我就马上。不行，应该就倒地不起了。我真的不敢尝试这么烈的。天哪，那比好厉害哦！基本好，我这样子承认我上面的草是香菜，怎么了？只有香菜可以成为我的草，这样可以吗？有祖传 whisky 也太厉害了吧！好，我下次如果想唱一些比较嗨的歌，我就来2口 whisky 看看。好啦，唱歌啦。很不正经你各位坏的好人今天怎么了？我们就不能好好唱歌吗？下一首歌为各位带来，我们刚刚心狠手辣是吗？来，咱今嘛就来心狠手辣一个。来，我们来2姐心狠手辣一下。感谢原妥豆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猪猪，听说我的草长到这里来了。等一下，
圆筒是什么鬼？不是，对你的草长到那边来了，你快点贴回去可以吗？啊，我知道，你的草跑到你右手边了，右手边这位草先生，你快点回去左手边，快点把这个圆筒成就它成为圆锥可以吗？对，我们现在圆筒非常非常的焦急，他找不到他的草被分离了，我天！你们现在在干嘛啦？我觉得你们今天不对劲。我们今天是很气质的歌会，你们可以尊重一下朱迪卡的气质歌会吗？你们的尊重呢？觉得笔画太多，还是用草就好。盛好，你不要投流合污可以吗？酒局帮我挡哦，我觉得猪猪也很少有酒局哎。酒局下半，你为什么不挥棒？你搞不好挥棒，我们台湾就有机会了。好，对不起，刚被盗，对不起，我像酒局听这两个字，我真的很敏感，对不起。我身为台湾人的一份子，我真的对不起。这国际赛事，我真的是好没事，我们台湾很棒。哪壶不提提哪壶。下次有酒局，我一定叫上蜡笔交给你了。等一下，不确定酒精浓度，耐受如何？去喝水果酿的浓度试直接冲。可是我觉得，好，我觉得猪猪要有这种酒局的机会，下次我们台湾一定会赢的，一定会晋级的。等一下，好，我们下次有这个好，我们说酒场的机会好了，酒托好，我们说酒托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这么快耶，因为猪猪的生活过度单纯，就猪猪的生活过度单纯，所以我即使想要放纵，然后跟朋友约酒托，我都觉得我不应该耶，我真的觉得我很像真的是过度的自律或者是自虐。有啦，有气质过啦，你看看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精明干练，对不对？好，谢谢。等一下，然后我刚跟大家讲到哪里了？对，因为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所谓酒托两个字了，对，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的我没有资格喝醉，然后也没有资格去做太多生活无法自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啦。所以，而且我要把我自己身体顾好，我要把我喉咙养好，我想陪大家更长更久，所以我就一直都推掉很多朋友所谓的酒托。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太自虐了？但是又觉得想要去做，但是我觉得可能再过个2-3年吧。对，等到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又做出了更多的里程碑。会再跟咪鹏鹏，或者是直接再把那比揪出来，可能真的好好的喝一杯之类的。对啊，我常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好像过得太自虐，但我又觉得不后悔，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很清醒的去把它做完。我觉得，对，没错，听台湾最棒了，对不对？那比去找一下沈维静，大家可以你也学坏了。每次下次4点没有错，小屋经理，我觉得下次我们把自己强化，我们把自己强大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看其他队伍的比分了。对，我们最好的反击就是我们把自己强大，把自己变得更强壮。我觉得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好的方法。就连猪猪也希望我今年度可以变得更强大，然后为赞助猪猪的各位，为等待猪猪可能没有办法开台的这些日子的各位，我希望可以回馈更多的东西给你们。对，我觉得所谓的回馈，所谓的给予观众最棒的回应，就是我顾好我自己，然后陪伴你们长久，然后再把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然后我希望在更多的一些活动上面，可以让大家更加的骄傲，说出我的推是精明干练的朱蒂卡，谢谢，记得说精明干练哦。精明干练哦！迪卡学费做没有啦，那比我觉得我是因为现在的生活有太多的责任，所以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负起很多责任，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也很想跟你们晚上联动，我想跟你们假日一起玩，可是很多时候我都只能推掉。对，我常常觉得很抱歉，可是我觉得毕竟这个是很重要的责任。对，写着报纸精明概念了，旗子拆下去就有了吧？有精明概念吧？对不对？啪啪熊，我旗子拆下去就有精明概念，也是只能工作的时候喝吗？那比讲居然是工作的时候喝，好酷哦！为什么？为什么？有什么这么棒的工作可以喝？不后悔就好，对自己跟自己比赛才是茁壮，真的耶，因为我每一年的对手是我自己，真的，不管是金币奖还是任何的活动，或者是我在评估自我成长的部分，我的对手永远就只有朱迪卡自己，我一定要比上个月的自己更加的精明干练，我觉得我就赢了，对。就像今天，你们一定又看到今天的朱迪卡比去年朱迪卡还要精明干练的，对吧？至于下面那个赞助，不要理他们，他们今天在扮演那个坏的好人般的赞助，对，你们只要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精明干练，这样就对了。好，谢谢大家，我先喝口水，我先不要讲话，我先不要再讲话，我觉得等一下我又要被刁了，就等着40周年的时候就。40年后我还在吗？天哪！好啦，还在啦，可以啦。很能体会那比，可以感觉出来。我觉得那比真的也是那种铁肺级的，就是需要一点后台的饮料，对，需要一点特别的饮料才有办法开嗓。你想要精明概念？抱歉，旗子插了也一定有啦，爸爸熊有啦，超越国军心吗？你们就每次都这样子，这首歌献给你们，感谢刚刚那个不知道是谁，那个坏的好人，那个谁，对，我不想讲，反正就是谢谢点播，谢谢，送给你各位坏的好人，我谢你各位啊。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为你留我的一有默默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么心向手落？当初的酒醉，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么心向手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我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
心痛，有啥人陪我度？我无论风雨甲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人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离离，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藏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落？当初的酒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落？当初的酒怎如今变我？目屎若是流干，也救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向手落？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我为了酝酿我的情绪，为什么又是烈酒女团？我们烈酒女团最近在那个 YT 的这个自动播放，基本上很懂哎。对，我们 YT 都知道我喜欢烈酒女团。哦，为了要迎合这个非常悲情的情绪，我刚索性把聊天室关掉。对，但是我还是防不了什么。我防不了 OBS 上面那个聊天室还在那边跑，你知道吗？好啦，好热哦！明明我知道大台北地区现在很冷，然后下着，我不知道有没有雷雨啦，但那应该毛毛细雨。对，但是我像满身大汗，你知道吗？对，唱个心狠手辣也可以这么满身大汗，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胸手热啦，对，怎么唱都接得回来，真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强迫这一个演算法导致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也知道猪猪喜欢就是常点播这些歌曲哦。我在想，好，我喝口水。OK， 哦，好的，好，我有看到那个工作讯息。好 ，OK， 我等下再做个回复哦。可以点，好哦，谢谢 Seven， 感谢哦，换一首《红景桃》嘛，我等一下快点把那个转换演算法，快点把那个江蕙二姐的那个退休的软件啊，不是有伊啊，或者是无情人请你离开，我跟你讲，演算法马上换，好不好？好，我们就先从我们的 Saber 大佬这个非常女开始，好不好？感谢你们的点播，基本上其实，哦，吓我一跳，我有那个手机，基本上其实我这边比较少会开那个点播的歌回，对，就是之前也知道说 YT 啊，不是 YT， 就是在 Twitter 好像有一些朋友在讨论说，就是点歌的金额，或者说点不点歌，那今天可能我想来听歌，但是花这个钱值不值得之类的，其实我也都知道说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很少用点歌的机制去做一个歌回，是因为就每个人对于可能这个唱歌，或者是今天你想来听这个歌的价值本来就不太一样。对，那今天我唱出来的曲风搞不好也不是可能这位观众想要的，那可能当然不免俗的会迎来可能所谓的失望，或者是会觉得说被削了被盘了什么之类的啦。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本身我开台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休闲、很快乐的事情。对，当然如果说可以透过就是可能抖内点歌，我自己这边增加一些收入的话，其实也算是双赢的部分。对，但是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纳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因为我设定这个金额并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了，这个状况下，我还是会以大家听得开心为主去做主轴。对，但是当然可能有些主播他们经营方式是希望可以透过点歌再增加更多的收入，其实我觉得其实都没对错。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今天这个钱就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那今天这个主播唱的好不好，其实就本来就是很主观。那这个主播可能真的800年就只开一次歌会，就是为了希望观众可以开心，所以他用点播的形式，我觉得那更加没有所谓的错或者是对。对，所以其实今天就是每一个主播他们想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跟观众玩抖内，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就知道说，我觉得大家主播都很努力了，我觉得两边都没错啦。我一直觉得说赚钱的你们都很辛苦，然后今天想要抖内给予我们这个心意都是很棒的。然后至于我们可以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回馈于你们，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喜欢，但是我相信每一位开点播歌会的主播一定也是拼尽全力在唱歌，对，大家都很棒。怎么办？像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觉得我还是先去装水好了。我只是想说的是，那个没有对错，只是我这边一直都没有开启这类的一个机制啦。对对对，但是搞不好以后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好玩，我也想开，搞不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也说不定。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很机动性的，可以变动的。对，教授歌会还在欠债，好啦，教授歌会我今年一定会开。完蛋了，对，像这一类的教授歌会就会开，因为它有那个投币式。我们这个现在您各位坏的好人们的这个坏的好人的风格，这个坏的好人风格形式的这个抖内的这个部分，但就是只要你们今天有抖内，一直以来注入的抖内都是投币式卡拉 OK 的那个叮叮抖勾的那个声音，对，我们就是从教授歌会开始的。对，所以这个因为是投币式点歌的那个状况下，我就会启用大家可能多少钱，然后就可以投币式点歌。对，就是为了玩一个梗，对，就是有那个特定的那个梗，就会玩这个投币式点歌的这个机制。但基本上如果是一般像这种下午的陪伴歌会，我就不太会去开这种可能所谓的有钱类的点歌这样子。对，好啦，教授歌会我会还你们啦。好可怕！我们上次已经点到薛岳了，我们已经点到洪一峰了，到底还有什么可以点？拜托各位教授们，好，你们等我会还给你们，会还好吗？应该说也不算点播，只是在玩梗之后 Q 出来唱。对，本来就没有对错。教授歌会有啦，教授歌会有啦，因为教授歌会要玩那个就是投币式的那个声效，就会有这样子啊，是粉圆发言大赛，我伊莎斯福利，我真的好久没有开台了。我昨天还就是很想念大家，还有1个小时的，就是算是短时数的直播，然后聊完之后快点下播，因为太想念大家了。粉圆最近好吗？我们最近3期生小南出配信了，欢迎大家可以订阅起来。我们去公视海水浴场，然后就可以看到小南，就是在3月7号的出配信，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哦！我们恭喜我们公视3期生出配信了，也谢谢粉圆，对，就是过来住这边，然后很想念大家，希望下次就是有活动还可以大家再合体在一起玩这样子吼。说个难听的，不爽的右上按下去，它不是你开的歌，不是你唱的。对，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其实主播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所谓开台的风格，对，我相信大家都是拼尽全力想要让观众可以有很棒很棒的观看的一个感受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能的话其实就是互相，然后当然钱可能投出去了，如果不是你要的效果，我觉得也不用太苛责，因为大家都很努力了，我觉得免费仔还在哭，对，我们趴趴熊 AKA 福利熊最有资格讲这句话，真的。对，薛岳跟洪一峰都来了，我天哪！可以，下次为了你们，我努力准备一些就是
会让我尖叫了，然后根本就是唱不出来的那些歌曲。你们各位教授们要导唱，我知道吗？懂内听歌好胜，懂内听主播唱歌好胜，懂内听对啦，谢谢你们。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观众因为都已经经过很多社会历练了，其实不太会出现这种就是所谓的懂内了，然后可能不是你们要的风格，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妈妈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抱怨之类的。我在想说，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是因为你们也都很成熟了，所以你们也都了解说，其实主播们都很辛苦，对啊。但是可能对于可能学生族群，30块20块对他们而言真的是吃饭钱，所以他们难免会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体谅，或者甚至会生气之类的。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啦，对。然后对，好久没看到主播了。ZWL 伊拉塞是，然后织田超龙伊拉塞，反正会不会什么塞？我跟你讲，绝对会，因为其实那个我有跟我们讲说，就是我们这边有大佬加码的那个当下，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些料理塞给粉圆跟 emo。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照片分享，或者开台吃，或者是私下，但是是文文，我们是在聊说，就是我们这次的槟榔造型点心基本上已经寄出去了，然后这2天就是文文应该会收到那个全家的简讯。文文，欢迎你破坏就是我们的 emo 跟粉圆哦。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这次去日本，因为我们有抽中我们这次尾牙的超大奖，超级大奖，就是猪猪去日本的伴手礼，有没有？我其实已经寄出去给文文了。对，我还没有 po 出来，是我在想说等我们收到之后我再 po 出来。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那个东西其实不太适合送给好朋友，可是我真的觉得太适合文文了。你们知道我送给文文什么吗？这个东西我当初在雷门看到，我不暇思索的马上买下来。我觉得它上面写了凯文布鲁4个字，他的名字就印在上面。我送给文文武士刀造型的雨伞。我送给了文文武士刀造型的雨伞，你知道？我就觉得它上面写的凯文布鲁4个字，对。虽然说我知道朋友之间不能送伞，所以我跟我们讲说，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东西真的太想送给你了，因为它上面的刀柄真的是太中二太帅了。我就觉得我们就应该要带着这把雨伞，因为台北其实比高雄还容易下雨嘛，对。然后它上面又是武士刀风格，你知道吗？感谢金萌干练斗内给 Dika 囤足迹了30元。有人叫我，没有人叫你，你给我好好在后台吃便当。30块吃什么便当？30块不够，我们大高雄工业国至少80块就有的吃便当啊！不，大概大高雄工业国其实便宜一点的话，大概好69块就有办法吃便当。你不够，你还少了39块。对，我应该没有算错。对，没错，39块。谢谢大家。对，所以我有跟文文讲说，就是我知道朋友不能送伞，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伞太适合文文了，所以我有跟文文讲说，我们下次见面你拿1块钱给猪猪，1元复始，我们把这个伞的这个字划掉，好不好？文文，我们期待下次见面，我再收下你的1块钱，好不好？1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下次下雨有的撑。那个一在手呢，终于敢拉到满，真的超级帅。而且我跟你讲，我还有特别去搜寻，就是网络上有没有就是类似风格的伞。我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买对了，因为网络上面的伞绝对没有我送我们的那把还帅。我那把的刀柄真的有够帅。网络上面搜寻，虽然说是有武士刀的伞，可是没有像我送的那个风格这么的中二。那个风格之中二的，我这买对了，有没有？今天就是磅礴大雨，好的，文文，希望这2天派得上用场啊！如果说你真的舍不得用也没关系，如果是我可能会放置在那边半年舍不得用。我在想。对，真的太适合了，因为我记得，因为之前常跟我们聊天嘛，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跟我聊一些可能关于可能保温杯或者是雨伞之类这些小件，就是姐妹间的一些 talking 有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雷门，我就左思右想，我到底要送我们什么？马上在某个摊位逛到这把伞，我马上就跑去问摊位老板娘说啊，这个多少钱？我要买它之类的。对，而且那个老板娘好可爱，其实我感觉她已经大概有80开头。
的老婆婆，可是感觉还很硬朗哦，好可爱哦。他就跟我讲说，哦，这把伞已经是最后一把了，它真的很帅气。然后你喜欢伞吗？你为什么买这把伞？他也跟我聊这些，我就说我很想送给我的朋友，可是在台湾朋友不能送伞。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对，因为他们不知道嘛。然后我就说，因为有谐音，就很像是瓦卡雷的，就很像是分开散掉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啊，那这样怎么办呢？我还跟那婆婆讲说，没事，这个时候呢，只要让朋友买到它就好了，用买的方式，就不是送了。他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方式吗？那要怎么买呢？我说只要我朋友给我1块钱以上的钱就可以了。就很可爱，所以我之后再去台北去收我1块钱，为了我们的友谊，这样对，非常霸气，可以用万姐，超中二，对，霸气就是帅气，可以用。对，我们哪一天如果你开始用了，就是欢迎拍照给猪猪，对，或者是你真的舍不得把它挂在某个地方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送给我们，就是也恭喜我们抽到我们株式会社尾牙的最大奖品，好不好？也谢谢我们对猪猪的照顾。我们最棒的 Chief Out 的这个舞台，也是我们带我过去的，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谢谢公视，谢谢金币奖的缘分，大家要参加金币奖哦。虽然说第4届可能还在筹备中，但是我已经要干下去了，知道吗？我们要干下去了，你各位也要给我干下去，干什么东西？吼，企划书好不好？我们第4届已经确定有了，快点，我们早点干下去。大家都辛苦了，很开心可以看到文文。对，而且猪猪前阵子超忙，完全没空开台，然后今天算是回归的歌回。对，我先是歌回我怎么这边跟你们聊天？救命！好，不行，我觉得我要先去摘花。对，我不能再跟你们聊下去了。看到文文太开心，来了，最后是你们记得去去那个初配信小南那边初配信，知道吗？我们那个文文那边公视的3期生。我们的南七小姐已经成功出配信了，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多多跟随，开启小铃铛。好，来展示吗？谢谢大佬们赞助，好开心，是，没有错。然后我们这次也是我们趴趴熊 AKA 福利熊的加码，让我们很多 B 朋朋都可以收到猪猪的槟榔造型白色情人节点心。我们的白色情人节秉持着我们文化推广的概念。我们用槟榔造型点心陪大家度过这个白色情人节。我们的槟榔造型点心已经完美的，对，已经在物流当中了。来，大家看一下，别人白色情人节吃巧克力，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们吃什么？专业精烹特选生草豚足鸡特制槟榔造型芋头点心啦，水亏啦！来，谢谢大家，我先去。我差点讲出我先去长草，等一下不是，我要先去摘花，我不是要先去长草，都你们害的啦！
等一下，我刚没有开麦克风，对不起。等一下，不好意思，请问是谁降落嘞？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不是去深草，不是，我是去摘花，我没有深草的啊。等一下，所以说在这个直播间，你们可能会看到满满的草，对。等一下，我觉得不太对，因为特选生草就放在我直播间左边这个特选生草专业直播。对了，我刚去生草啦，怎样啦？咬我啊！是谢君的加入吗？谢谢你的加入，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欢迎谢君来到猪猪的频道，谢谢你们的加入，谢谢你们的加入，谢谢谢君的加入，谢谢的加入。我没有生草，虽然说这个直播间看起来到处都是草，因为就是特选生草迪卡专业金宝。好啦，我们推广台湾文化不遗余力，好不好？我们白色情人节怎么庆祝？别人吃巧克力，我们吃槟榔造型点心白情巧克力，好不好？不是巧克力，我们吃槟榔造型点心白情芋头球，好吗？对，满满的大草。你才大草原，你们全家都大草原啦，气死我了！吃你们的槟榔造型白情巧克力啊，不是巧克力，没有巧克力啊！巧克力怎么了？巧克力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抢戏？就没有任何的巧克力，是芋头好吗？你们看看我，从1点开台开到现在。我唱几首歌了，你们自己看。1、2、3、4、5，不行，我必须继续唱歌了，我这样才对得起我自己。不行，我现在必须唱歌了，我不能再受到就是你各位坏的好人的这个赞助风格打扰了，不行，我要好好唱歌，我这样才对得起我们降落的各位，或者是出现的各位，或者是等待我唱歌已久的观众，不是吗？怎么这片绿地好大？他娃，你好好讲话！我要唱歌，我现在来擦一下护手霜，你们等我一下。槟榔心芋头嘛，其实槟榔心芋头超级好吃。至于，我觉得3个礼拜差不多了，不要放3年好不好，丁先生？你不要就是学那个梅子囤积组那边的大佬，这不可以，除非你真的也有梅子囤积组那边的那个万能冰箱，那不要，拜托你们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新鲜的原物料吃掉吗？乖，我们店先生是很单纯、很善良的清流，对吧？对，应该没有交到坏朋友，对吧？门前的青草地需要浇水。我说霸道先生伊拉塞，看错人了，台湾熊用掉。那你就打歌回就好了，歌杂就杂谈变唱歌啊。我今天封面不是唱歌吗？我今天封面应该是唱歌对吧？我记得我今天封面是找唱歌。怎么叫？擦完护手霜3巴掌会比较滑顺，我觉得拍手还蛮滑顺的啊。好了，我要唱歌了，我真的要唱歌了。我们来唱，我们来唱，好，我们来唱这首。好啦，等我一下啦，我要，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们来唱我们的那个屌 V 专辑的歌，我们来挑几首来唱唱。哇，现在时间来到了3点06分，我怎么只剩下1小时了？怎么每次时间都照那播？我们现在来，真的啦，真的要唱歌了，真的。
哦，可以。哦，可是周表是歌杂是不是？等一下，我周表是歌杂。我为了要让大家听到更多的歌，我要督促自己今天要多唱歌，所以我今天使用了唱歌的封面，唱歌的魔法，对，这样子我就可以乖乖唱歌了，对吧？你看，我现在要唱我自己的原创曲了。等一下，我们这个周表也是可以非常有机动性的，说改就改，对不对？啊，对不起 ，Saber， 我刚被盗账号了，我快先来 Saber 的废小女，都你们害的啦！我们 Saber 点的歌曲差点就被忘记了。好，谢谢不是谢谢推荐，谢谢提醒，我们来非常女一下，好久没唱了，你们不要盗我账号好不好？我们 Saber 刚刚点播的差点忘记了，不可以盗我账号，你们乖，你们最近就是变成了坏的好人了，好坏。可是我谢谢你们的赞助，谢谢。好啦 ，Saber 对不起，差点忘记了 ，Saber 爸爸，谢谢你的点播，咱来回熊录一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时光要回溯到非常女喽，好怀念哦。我记得这首歌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听黄飞唱歌，好喜欢这首歌哦。缘到要什么戏？有一个搭一边，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人较介意。风也请你将我爱情像皮皮，花情雨水爱情不该情的意。一阵风一句话，一滴雨水一份情，用真情变钱的梦，比花蜜较甜。短短感情路，开始千万年。好低哦，我现在要好，这样看看。痴情要什么意见？有说车一边，想来想去也是有你想的人较介意。过夜，请你将命运的感情路，唔通让我唔知何去何从。一场梦一段情，一滴目屎一阵甜，用思念编织的梦，永远的甜蜜。酸甘甜的情路，梦一旦落实。下一段的歌词是什么？缘到要什么戏？有一个搭一边，看来看去也是有欺骗的人较介意。风也请你将我爱情吹皮皮，花情雨水也真不该情的意。一阵风一句话，一滴雨水一份情，用真情编织的梦，比花蜜较甜。短短感情路，开始千万年。感谢各位，感谢 Saber 爸爸，我们的黄金大佬点播的灰熊路的。然后我刚刚看到胡说八道先生说快忙完了，昨天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了，哇，恭喜！我刚刚真的看成说登记结婚，想说哇，天大的好消息！就仔细看户政事务所更改户籍地，好原来我想说娶妻了，
我以为下一秒又要升子了哦。对，非常女，那比也知道这首歌嘛？这首歌超有年代的，只是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砸了1个小时，追声大哥，你怎么突然被炸出来？红丹咖啡已拉下来，对，滚动式周表，对不对？非常有机动性。上楼安安，挑这个想到中华文化总会这次的哦，对对，除夕晚会没有错。果然好听嘛，谢谢 Seven 爸爸，谢谢。然后只看到户政事务所，我就觉得要结婚了。我们恭喜胡说八道先生到了户政事务所啊，跑下追蕊，连看都不看这样子。对啊，这首歌我觉得是小时候第一次听，然后我最有印象的歌，算是因为小时候很迷布袋戏的那一段时间，刚好就有非常女，然后虽然说她的处境可能下场不是那么好，但是这首歌我那时候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然后同样的那个时候有另外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它叫做《盼梦圆》，是我们阿伦姐做的，这首歌超级超级好听。对，那《盼梦圆》这首歌也在我前年的 V Stage 演唱会有直接就是在现场做表演，超爽。我就是喜欢在很多很多的日系歌单里面穿插我们这个台系的盼梦圆。对，我只能说我们跳痛歌会的这个精髓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好不好？好，总之谢谢我们 Super 爸爸的点播。我们接下来我们真的要进入我们第V专辑的歌曲咯。来，我要把我们的伴奏全部都把它打开。我们先来催生一下台湾生育率哦。听到催生就知道哪一首歌了哦。又好一阵子没有唱自己的歌了，还是会有点紧张哎。OK。清风下过明，巷仔灯火顶，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写你思乎。啊，我调一下我麦克风，它一直在往下坠落。好，可以了。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心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
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月老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缘相相，无缘出车，惨一看囝拢饲咸吃，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兄一领配相换。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哇，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当初我们在录音，然后吴昕老师努力的帮我，就是在听我可能不管是合口音啊，或者是促音啊，各种发音哪里唱不好，给我很多建议。然后还有就是娘娘在配唱的时候，努力的跟我讲说这首歌要怎么去唱的轻柔。还有草草在帮我们录音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鬼点子。感谢精明干练和气质豆内给 Dika 屯足迹了30元。回来了吗？我回来了。不对，不是回来，你不是本来就存在我的这里吗？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歌回存在的力量啊？你不是一直都存在吗？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啦？你去哪里？你是刚刚去跟坏朋友溜达了？你头拄去倒位弄溜咧呐？操嘛！你这搞死囡仔，给我过来！你去倒位弄溜咧？无听我讲一下，现在才回来。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坏的好人室的这个斗内，非常感谢你各位坏的好人展开了坏的好人室的斗内。虽然说我真的是练到我真的不晓得自己在念什么了，但是总之感谢你各位坏的好人室的斗内，好吗？我的精明干练回来了吗？那么接下来我希望我所有歌曲都可以更加精明干练，毕竟是我们自己屌逼的台语专辑。时间来到3点19分。下一首我为各位带来的是没离开过，谢谢。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没有离开过，好吗？我失去过，也曾怎么办？等一下，我一上第一句话就唱错了。我曾爱过，也失去过，走过爱情的怎么唱？我们来唱一下好了。插播，没离开过。我们插播一首《没离开过》，谢谢。没离开过，没离开过啊！怎么了？精明干练和气质不是一直与我同在吗？没离开过，知不知道？我们要张韶涵版本的，谢谢。我们 Angela 张韶涵版本怎么可以读？这时候要展现精明干练啊！没离开过啦，真的啦！有了有，我们看一下这一版的伴奏好不好用？等我一下哦。很像还可以用耶，这版是新的。好磅礴哦，我们来用这版的看看，怎样啦？
好，我们来找张韶涵版本的《没离开过》。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好，来吧。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在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远万年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陪着我走。I know 我太富有，因为爱完蛋了，忘记了。生命中每一个漏洞，你都用真心不缝。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喜怒哀乐捆绑我的，都不再算什么。让我的世界以你为重，快乐你快乐，要求你要求。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陪着我走。Right here, right now， 让我们一起抬起头迎接爱降落。阳光正义，这不应不是一场梦。Right now， 闭上眼，用心去感受有你的声音。它
什么长官说美丽没回来过？一直都在好吗？谢谢我们张韶涵版本的没离开过。好，我要把那个自动切放了，转掉。好，我们快点回到我们那个丢逼的怀抱哦。好，喝口水。好，没离开过，穿插一下，穿插一下没离开过。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丢逼这首歌。这张专辑我们来挑一下。没存在过，有啦有啦，精明干练一直都存在，知道吗？不要再乱跑了，知道吗，孩子？这个精明干练跟气质。下一首歌我看一下，下一首歌我们来。好，我们大魔王就是要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来，我们那个圆妥，你的草回来了吗？圆妥，圆妥，你乖，你的草回来了吗？圆妥，我们该上歌单喽，圆妥，你已经恢复成元衰了吗？我们要上歌单喽，圆妥。我们丢逼这张专辑里面对我而言非常非常细腻、非常非常大魔王的一首歌，超级好听，献给大家。圆妥，你们怎么对得起元衰这首歌？春草犹青，冬雪再冷，无聊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暗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脚的花粉透天顶。有关系的气质，你爱现水脚行把味，切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化动人生，牵你去定来问花枝。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伊切拢交予你。抽一时遐花戏，空肝滚这多年，心线已经走未去。一段段情缘难着来相思，我已经有勇气放你离开。这对冰天我地，不愿再甜，万分依你是最后的滋味。长官，我的情绪全没了，长官。元帅表示尊重呢。圆妥跟着我，永远只能成为元帅。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啊。过娘的青汤石汤边，饭菜的油香拖家饲，有关系放袂记，你对我的海誓山盟。望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伊切拢交予你。抽一时
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肝内的盐水，你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上的意味，以后变两人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爱照顾你家己，看来天较细哩，唔通搁伤你。真心照阮是最后的演技啊！我刚不该闭着眼睛沉迷于他的最后的吹记，我他不小心唱成最后的记忆，是吹记才会对啦。稳妥之歌吗？文字一出，最后就翻了，谢谢。水上优怡拉塞，午安午安，欢迎大家来到猪猪歌会，今天真的是歌会，我很乖，我今天乖乖唱歌了。来，我们下一首马上准备一下，我就没有余裕可以跟大家聊天了，没有错，我们下一首歌准备下去就对了。好，下一首我们也一样来复习比较柔美、比较抒情的这些歌曲。好，喝口水。最后的记忆。所以如果以后有别的 V 鹏鹏唱这首歌，要叫他原妥，没有问题。可以。以后 V 鹏鹏欢迎你们翻唱这首歌，然后就把它叫为原妥，可以，因为他唯一的草在我这里，怎样？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朵草，这朵草是什么呢？我右边这一朵非常大的大草，它是芫荽，它是香菜，它是台湾之光，台湾之花。如果你喜欢这朵草，你务必请加入我们150块的会籍，好不好？那如果说150块会籍以上的大家，基本上就已经有获得我们这次文化部爸爸出手替我们加码的小礼物资格啦，只是你们要记得填单，知道吗？150块以上的会籍，你各位记得要填单，知道没有？但是如果您是我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基本上不用填单啦，朱迪卡帮你们填单啦，知道没有？哈，但是崇高的经理人、组长或者是台湾话组员的各位记得填单哦，好不好？我们的表单就在我们的置顶连结上方。再次感谢文化部爸爸的加码，再次感谢我们吴兴老师替猪猪撰写的这份非常完美的企划书，然后也感谢我们骰子老师的美图，真的非常非常的赞，好不好？那为期6个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会再寄出什么样的可爱的图，以及什么样的小礼物给大家，好不好？对，吵在我怎样？吵在我这里怎样？咬我啊！好啦，没离开过我唱过了，不要这样，不要一直点歌。8月1号先生越来越坏了。对，我的草在我这里没离开过怎样？它是芫荽，它是我的爱，好不好？好，接下来 Murasaki 紫色的紫献给大家。这首歌也要屏气凝神，把它唱好。OK， 我整理一下，我看一下歌词。好，哇，这些很重要的重点要变成肌肉记忆，真的是不容易。猪猪加油，希望一次可以比一次唱得更好。在皮啊，你们在皮啊。有关是满山的寒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对你行，留我一个人在这。
小小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小头，一小灯头藏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有讲详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一杯。花莲去。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揽，一小灯头藏在伫旧梦中留下。对你真歹势。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气。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相思。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惊咱后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山不知安怎放弃我单纯的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无再相见。咱的暂停，已经过千万年，抬头才看。春花开满山间，只剩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离阮的歌声，山路水的山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散见。突然想吃螃蟹，一定也是因为秋冬的季节吧，就连我自己也很想吃螃蟹。我觉得我真的也是有好一阵子没唱这些歌曲了。在你们听来，有比较好听吗？还是根本就没差，听不出来？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久久没唱，再回来唱，我还是觉得这些歌都好棒哦。就是不管是曲子，然后作词，然后各方面，我都唱得很开心诶。它真的是一张很棒的专辑，大家请支持起来，谢谢。它真的是一张很棒的专辑，所以我们在去年12月24号发行之后，欢迎大家无限循环它，然后也期待一下我们今年在上半年会把它的实体专辑做出来。对，我希望一次可以比一次唱得更加的好听，好听吗？好听吗？谢谢 Seven 爸爸，谢谢国泰主播，这是歌回，就算自己的歌，也请不要。对，我刚是用播的怎样？雅晨咬我啊！你有种回暖咬我啊！怎样咬我啊？啊，是这个学姐来噻，学姐。我跟你讲，那个实体专辑的部分，我会帮你留一张，然后等你8月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台湾的话，我再拿给你，好不好？也谢谢学姐的照顾啊，一路ありがとう。而且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有把那个迪卡的那个可爱餐具也有带去日本，可是实在是太蓬了，你知道吗？对，太蓬了，所以难得让我自己承认我自己蓬，因为我不小心在迪士尼把它弄丢了。我在跟吴昕老师很开心的在那个美女与野兽的餐厅，那个加斯顿的餐厅，没错，那个字念蓝，那个在追求贝尔的那个加斯顿的那个餐厅，好吃好吃。吃完之后，我不小心就是自助回收，把我自己的餐具回收走了。我的餐具。咱的zan景已经过1000万年啊，透彻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声你早就已经离开，美远的歌声，刷落做连山的花影，我的同时。飞到啥见？我的汤匙就安尼放去啊，无去啊，弹掉去了，规组海了去咯。于是呢，我快点再跟这个学姐讲，这个学姐，我的汤匙被我自己烹掉了，它不见了。学姐就说啊，没关系，猪猪，那我在日本再帮你订做一只。我说啊，谢谢学姐。因为那个迪卡的那个专属汤匙很可爱哦，是木质汤匙。那其实是学姐很像是到某一个日本的文青摊位去做定制的，就不好意思，学姐，如果有的话，希望可以再帮猪猪定制一组。这一次就是请让猪猪付钱给你，好不好？播放的比唱的还好听，我谢谢你们哦。嘿啦，刚刚都说播的怎样，就连我现在的这个配信也是回放。好，你们现在看的我这个配信是回放，可以吗？我预知你们会讲什么样的话，我预知你们可能会屌我，我预知你们可能会讲什么样的内容，我预知到了，我都知道怎么回你们，这样可以吗？对，我现在是无助之猪，我现在很无助。对，学姐，我会帮你留一张在我这边，记得跟我拿，好不好？过年骑中横回花莲的时候，沿路一直听猪猪的专辑。哦，真的假的？谢谢恰恰，谢谢，希望就是这次的实体专辑也可以让你们觉得很惊喜哦。对，谁是美女与野兽？那个贝尔跟那个野兽，对，迪士尼的某个公主啊，对，好诶，我有你什么东西啦？怎样啦？但是我不见得并不是我们的那个屌逼的那个，就是募资的那个。不是那个环保餐具的部分，是那个学姐定制给我专属独一无二的可爱小木汤匙，外汤匙梅个萨吉啊，这不能再见面了，真的被我烹掉了。汤匙不见有歌可以唱，一定要的，是不是？是不是？对，我预判你们的预判怎样？你们在玩我？我觉得我很中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因为看到迪安，我没有在任性，我哪一天任性过了？我顶多就叫你们说你们咬我啊，怎样？日猪没有那么聪明，预知不到你这段话，我预知到了，怎样？恰恰我预知到了，对，专属
的木汤匙，对啊，就被烹掉了。然后我其实还蛮难过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至少我还回得来台湾，你知道吗？至少我回得来台湾。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件更碰的事情，我还没有跟你们讲，是因为我想留在可能我看这个礼拜有机会，可能去日本的后日谈，或者是下个礼拜，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我到底干了什么傻事。我真的可能回不来了，你知道吗？未卜先出，下班你就知道咬我啊，怎样？好，我乖，我乖，我乖。你们今天是坏的好人的风格，我还是不要呛你们好了。我继续唱歌。好，48分，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谢谢你们今天陪猪猪唱歌，我真的好久没有再回来唱歌给你们听了。快点，我们的第二 B 的台语专辑还有好多首好歌，我看一下还要再播哪一首给你们听呢？好，我在播好吗？对，没错，就是用播的，怎样？没在唱哈，每一首都用播的哈，怎样？咬我啊！每一首都用播的，怎样？我们来哦，好，接下来我们来播，这首。不晓得为什么看到这首，我觉得肚子好饿哦。好，接下来我们来播这首，来，我们现场播放。对，我现在来对嘴，怎样？水开啦！来，久没唱了，我会不会烹掉啊？好，我现场播放，谢谢大家。气死我心！咦哟！吉米咖喱，谢谢。哦，爽哥，超爽哥！我要喝水。
好开心哦！怎么会有大佬们的声音啊？哎呦，你们那天哦哟，痛并快乐着的这个表情我决定有酒收藏，好不好？真的呢，你们那天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表情的那个配信今年的第4届的那个金币奖我一定会呈上去我一定也会放上我的企划书，让评审们好好看看你们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好爽，好快乐好开心可以制作出这张专辑。3个感谢打 call， 感谢塔瓦打 call， 感谢神宇打 call， 防弹咖啡打 call， 小天打 call， 8月1号先生打 call。 这不是我们的41个月最神秘的总裁汤包哥吗？会烹不用怀疑，还有卤肉对，满满的精华。说到这个汤包哥，不好意思，我可能真的必须要跟你要一下个资，你是我们唯一没有个资的猪猪这边可能没有任何个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还是看汤包哥，因为是这样子，请听我娓娓道来，就是事情是这样子的，汤包哥我们现在就是刚好从3月份开始，我们也受到了文化部爸爸的加持，我们又再度送到了文化部爸爸的补助。那这个补助的部分，我们希望把它转换成就是每个月可以给予我们频道里面支持猪猪的会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收到很可爱的图，甚至是美图的部分。那像3月份，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会员们，150块这个新会籍以上的大家都有机会收到猪猪后方由骰子老师绘制的这个美图的明信片，我们会有小精灵寄送给您。但是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您不管是哪里的收件住址都好，因为目前我唯一没有个资的部分就只有汤包哥，但因为汤包哥他非常的低调，就是对他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是纯赞助猪猪，对，所以他就说猪猪我不收，我就纯赞助你就对了，对，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完完全全没有提供过他的个资给猪猪，因为他就是很霸气的，就是3200全部都是纯赞助，对，所以就看汤包哥想不想收到我们这6个月有小精灵寄送给您的这个对这小礼物的，像连话都不会讲了，对。那如果说就是提供个资收这些礼物，对你而言还是会觉得担心有个资外泄的问题，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是一样是纯赞助，一样就是怂的妈妈，对，就是不用改变也没有关系，对。但是我觉得要跟汤包哥讲一下，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这样子，对，也谢谢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持续黏在猪猪频道，然后持续每个月纯赞助，这样，谢谢你们，谢谢，感谢。你们被猪猪抓到了对，就只有汤包哥没抓到，没错。然后还有那天不是真是大哥，你觉得遗憾的应该是你没有过去，不是吗？不晓得下次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每个都不放过，知道没有？每个都不准给我逃走，知道吗？心意收到，这样就好吗？谢谢汤包哥，谢谢，感谢，对，就是很感谢，就是有你们金流的支持，才有这只健康的猪猪。对，我喉咙很好，对，我只是他们今天要欺负我今天原本想好好唱歌的，但莫名其妙就是你们看看下面这些赞助是怎么回事？下面这些赞助什么金门概念有人找我，金门概念很气质我回来了，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你们这群坏的好人。然后至于这个薄荷的部分，你以为线上你跟马克先生就逃得掉我把你们撰写进去企划书吗？你们逃不掉的，知道吗？每个都别想逃好吗？谢谢各位大佬现身在我们的75C以及嘟嘟嘟里面，好快乐哦，只是容易被牵走而且那天小喵喵又有趣，谢谢你们。然后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现身大佬里面还有掺杂的几些 B 朋朋们，真的很谢谢你们，对。然后我们的实体专辑基本上现在也是努力的如火如荼的要快点把它制作出来了，所以其实大家团队的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哦，对今年度我们会好好的活着，陪大家走过更多的里程碑啦，希望好来猪猪该休息了，
肚子饿了。肚子饿了。猪猪等一下要想一下要去吃什么东西，肚子好饿哦。然后我们现在找一下要降落的地点，然后也谢谢今天陪伴猪猪唱歌的大家，你们都好棒哦。然后猪猪的面线们都知道，其实开台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休闲时间。开台对我而言是逆だよ。仕事じゃなくて遊び時間だよ。对我而言是跟大家很珍贵的玩乐时间，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我的开台，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不能开台的时候，其实都很焦虑、很紧张，对。但是一转眼，我们也居然迎向了4周年了，哎，真的是4周年了吗？真的4周年了，你看，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夸张哦。这只猪怎么可能在这边开台开4周年啊？选股大哥一拉塞哦，好好吃饭，谢谢选股大哥，我现在肚子好饿，我现在在思考要吃什么。谢谢选股大哥过来，选股大哥也是非常厉害的台语老师哦，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台语的问题，都可以过去跟选股大哥好好聊聊，或者是选股大哥台语配音真的也很屌哎，你们可以去听他配的那个哦，好病娇哦。对，反正就是有关于台语的一些研习或者是一些学术交流，你们都可以去找选股大哥，他是真的很厉害。对，现在谢谢你，今天谢谢大家。我没有吃肚肚，我没有要吃肚肚啦，我要吃肚肚以外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好不好？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明天会是我们吴昕老师来教猪猪说台语，不止教猪猪说台语，还教大家你各位说台语哦，好不好？我们基本上3月份开始会多了很多，就是台语类型的企划节目，然后也请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大哇，你卖个讲啊，愈讲愈伤心呐！啊鸟喂，谢谢迪卡推荐嘛，没有，真的，对，就这些。台语的学者们，我还有很多要跟你们大家学习的。对，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说真的啦，推广台语真的是他妈有够辛苦的。可是我不会把辛苦挂在嘴上，是因为我觉得反而觉得很开心、很踏实吧。我觉得身为台湾人，刚好踏上了这条路。如果可以做一些什么，然后刚好这些又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刚好你们愿意跟着我一起做，然后又这么刚好又有这么多前辈可以讨教的话，哇靠，好幸福哎，对不对？幸せ，真的就很好的啦哈。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可以降落的地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香香的老婆们现在正在开台的哦。现在开台中的大家，选择性障碍了。我看到我的食材好姐妹啦，胡希丽小姐，你这边在开台，你这边在开台，我这边过去，我要去降落到我们虎虎频道。哇靠，居然有办法在下午看到她，我的好姐妹。吃鸭鸭，我觉得鸭鸭还算可以接受，好不好？不是，汤包哥你坏掉了，汤包哥。好啦，谢谢你们大家。明天是我们台语教学台会在1点跟大家一起玩台语教学的这个部分。然后当然我们最厉害的讲师就是我们的吴昕老师哦，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吴昕老师会明天带来什么样的台语教学的一些课程，好不好？对，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各位。好完了，会不会再次重现？每次好可怕哦！你们那个谁有腌萝卜的，拜托把它倒掉，拜托就不要再吃了。虽然我求你们，我里面真的只有放很单纯的糖跟醋，而且那个醋还是日本进口的苹果醋，我没有加任何的酒精，但是你们居然给它放成了一个发酵的味道，你们居然给它放成了可能有一些酒精发酵的形状。救命！所以我求你们了，把它倒掉，拜托，谢谢。
梅普爸爸，谢谢加入12个月猪之组长。我是卡雷萨妈，你们也辛苦了。等一下，塔瓦你坏掉了，塔瓦。好吧，谢谢你们，我们下来切片尾喽。明天见，大家拜拜。也谢谢今天你各位就是坏的好人系的这个坏的好人的赞助，这个各位坏的好人，你们坏的好人系的这个赞助，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坏的好人系的坏的好人的赞助，真的谢谢你们各位坏的好人。切片尾，谢谢。还有我的精明干练的气质，从没离开过。阿崔，今年的部分我们就吃当月的就好了吼。我相信我们阿崔很乖的吼，不会吃什么奇怪的囤积品。如果就突然吃起了奇怪的囤积品，一定是交了那个所谓那个叫做那个梅子的坏朋友，对不对？不要再吃囤积品了，好可怕，好可怕！等一下，香玉米是什么东西？小喵喵。帽子跟不要再吃囤积品了，把它倒掉！我不要你们的肚子产生奇怪的化学变化。好坏的人，对，精彩的 rap 吗？谢谢这个学姐，我想你。这个学姐，下次我一定要研究一下，就是怎么去鹿儿岛玩。我要那个国际驾照自驾。对，我要再跟学姐问一下，要怎么弄比较好。下次猪猪的出国应该就会去偏乡找这个学姐玩了。今天要把草还给圆妥，圆妥，这个草在我这边，过来跟我合为一吧，圆妥。今天会复刻，不要，我不要再复刻耶鲁波。三哥，要是我今天复刻耶鲁波，你是要加高阶会员是不是？好可怕！这个腌萝卜复刻下去，我跟你讲，3年之后哦，猪猪，你们那个3年前的腌萝卜真的很新鲜，我没有拉肚子。我觉得我会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会看到这个台词，然后我会再次崩溃。清明干叶的零压有好吗？吃囤积品代表经济困难了。我跟你讲，胡说八道先生，本频道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年收上千万。每个都爱吃囤积品，不晓得为什么。就为了致敬他们的囤积，我们还特别出了《囤积》这首歌呢。我们大佬勤俭持家，有办法年收1000万，果然不容易啊！果然超乎常人的省吃俭用。那苞米可以当古迹。等一下，玉香米不要再讲了，好可怕。3个去炉指定的总裁，等一下，当家总裁，我们再来看看是谁有办法顺着3个的意，卢小小成功，我就做。我们也期待当月3哥给我加进高阶会员。3哥，你不要学坏了，3哥，你明明很乖巧的，不是吗？对，这个学姐，我下次去日本，我真的要冲入我岛，然后再麻烦学姐照顾了。对，好想学姐哦，不是开头，好可怕哦！不行，我觉得我们也得要看看当家总裁是不是对这个腌萝卜有兴趣嘛？是不是？我们这个腌萝卜也不是每个当家总裁都有兴趣，不是吗？对不对？我们那个不一起吃腌萝卜，我们这个吃个点心或者是猪脚不是比较好吗？是不是？我们这个腌萝卜的季节，我们萝卜的季节也快过了，像3月份了我们萝卜季节是来自于这个冬天的萝卜最好吃那基本上这个季节快过了，应该不会再有那个什么复刻版的什么腌萝卜之类的好可怕好可怕！好啦，我们现在要降落到我们的虎的频道了。放20年之后，直接因为我变成老菜包，要出到6年前，不是3哥，不要学坏了。我知道老菜包越久越贵，但不是这样，对，是也不是，好不好？要看6月是谁。你们都好可怕芋泥塔应该在阿公的冷冻，不是？不是小喵喵，我们芋泥塔还趁新鲜，现在还是新鲜的保鲜期，我们先吃了它好不好？我们这小喵喵最乖了，不是吗？对，迪卡20年老菜包，要来一个82年的菜包，不是？好可怕！我现在要降落到虎那边去了，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觉得我们还是先降落到虎那边去吧，好不好？
それではもう間なくヒリン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日文都不会讲了，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你安全带，我甲我下好好势，知无？你这搞死囡仔，规工在受胖受糖，开始莫名其妙开始骂倒。好了，我们去找虎虎玩啦！你们好可怕哦！你们都好奇怪，一群怪人，比我在澡堂深蹲还怪。